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这个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又是一个分化震荡这么一个走势。上证指数微跌0.26%，深成指涨0.63%，创业板指数涨了1.52%。这个创业板指数还创了新高但是今天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似乎又不太友好，3375家是下跌的，1916家上涨，就是跌多涨少。虽然跌的也不深我看这个基本上微跌居多全天成交量2.3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又缩了将近2000亿这个2.3万亿也还是比较安全的也就是目前来看还相对比较安全，量价配合也没什么毛病，就是金融消费者恐怕不大容易赚钱又是看热闹的一天呢。不过有人已经拔腿跑路了不看热闹了。这个香港联交所最新资料显示，9月9日，摩根大通减持民生银行1336万股，每股均价4.3394港元，总金额5797.88万港元。也就是摩根大通这小子不讲武德，偷偷摸摸跑路脚底摸油一边在唱多，一边在减仓。这个现在国内国际机构依然是一片看多券商称 A 股有望延续震荡上行，继续聚焦景气赛道。券商称中国股市不会止步， A 股震荡反弹再创阶段性新高。还有这个澎湃新闻他搜索了10家券商的观点，大部分券商都认为后面还要往上走。这个中国股市上升的逻辑是可持续的， A 股震荡慢牛的核心驱动逻辑并未改变，中期大概率将延续震荡上行走势。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老师发了一个长文论述咱们这一轮牛市是10年不遇的一个大牛市。这个文章我就不介绍了网上有好多其实我看了一下它的核心逻辑核心逻辑就是我们需要股市牛，股市牛才能解决问题它的逻辑就这么个逻辑。这个逻辑用在哪儿都行我们需要房地产稳，对吧？我们需要新能源汽车涨，我们需要这个芯片科技行业怎么样，这都是我们需要，没有哪个不需要的但它的逻辑就是我们需要股市涨，所以股市就得涨。这个逻辑比较强大你要说你要敢反驳的话，那就属于唱空。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这个贾会计似乎遇到麻烦了，被知名做空机构给盯上了。这有媒体报道说这个贾跃亭造车公司 FF 就是法拉利未来被指虚假订单支撑股价。贾跃亭最新回应，他说近日知名做空机构叫什么狼群研究宣布其对电动汽车制造商法拉利未来就是 FF 设置空头头寸，也就是做空它了，并表示该公司可能会在最终退市之前跌为仙股。这个狼群研究做空报告称，法拉利未来最新一轮股价上涨是基于虚假订单、换标的中国 MPV 和大量谎言。那什么意思我没听懂他意思。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是贾老板把中国的什么新能源汽车换个标卖到美国去假装是法拉利未来生产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关键说是大量的谎言包装，目的是诱使散户投资者在股权稀释前买入。对此，法拉利未来创始人贾跃亭发文回应说，狼群研究的报告建立在过时的谣言、断章取义、主观臆测和赤裸裸的虚假之上。这不仅是对 FF 和我本人的攻击，更是对所有 FF 股东以及为梦想奋斗的每一位 FF 员工的攻击。我们正在采取法律行动，绝不妥协，维护全体股东的愿景。虚假谣言注定不堪一击，远见使命永远坚不可摧。这个贾老板这文采还是很不错的这小句子这对仗工整你看虚假谣言注定不堪一击，远见使命永远坚不可摧，这朗朗上口真相如时间，终将证明 FF 的价值。这个法拉利未来和贾老板在这个跟这个做空机构之间的这个你来我往这咱也不清楚，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就是说你一个上市公司，你在资本市场你稍不留意你稍有不慎，就有人盯上你，对吧？总有一双眼睛盯着你的，你要胡来，人家就来个做空报告。这样的一个制度，它也是美国资本市场一个制度，为什么就不能移植到大国呢？对吧？你看咱们这资本市场这上市公司谁盯呢？只有有关部门才有权利盯，就是
监管机构，对吧？监管机构监管他们，看他们作不作假，对吧？查他们的这个财务报表审计。哎，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有监管机构，对吧？它也有会计师事务所去查，但是人家主要是依赖什么？依赖的是民间的力量，对吧？第三方你是人人都可以去监督它，咱们这行业就不行吧？咱们还没有出现什么做空机构嘛，还没有出现什么专门盯着哪个上市公司，我就说你财务报表作假。你看咱们查出那个上市公司财务作假的都是交易所、证监会、证监局。我觉得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很多上市公司啊，它就铤而走险，我只要不被你发现就行了，其他人发现不重要，对吧？你就是发现了，你也不一定管呢，就是管，对吧？也可能是重大侵犯呢。而在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对吧？美国的这个上市公司，你不知道谁盯着你啊，对吧？外面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关键你还不知道对手在哪，你只能战战兢兢，你只能老老实实的。我这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对吧？在中国的资本市场，那上市公司我知道就你盯着我的，对吧？我就应对你就完了。所以说对中国的上市公司来说呢，它就比较好防，对吧？我只把你糊弄过就行了。但是美国就不行了，美国你这上市公司你想造假，你是防不胜防啊，对吧？任何一个有点财务知识的，完了有一定的行业经验的，他都有可能研究你那个报表，然后再走访一下，对吧？再上下游去打听打听，人家就可能一个做空报告就出来了。哎，所以说这就是生态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啊，我一直拿贾老板举例子，对吧？贾老板这样的人物是个非常好的啊，观察这个标的，也就是一个观察资本市场的这么一个特别好的对象。贾老板在国内，对吧？他那个玩法，乐视网，对吧？在创业板那是标杆啊，那是一哥啊，后来退市了。哎，人家贾老板跑到美国去了，美国人欢迎他上市，对吧？你欢迎贾老板那个什么法拉利汽车上市，给你提供舞台，对吧？你有什么本事你就施展出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贾老板现在能在沪市能在 A 股上市吗？不可能，他都已经被禁入了，对不对？就是假设贾老板是只狼，那美国人为什么就不怕他呢？所以美国的资本市场叫什么？那是真正的是狼，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你别想在这儿割韭菜，对吧？或者说欢迎你来割韭菜，只要你不怕。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坏人也得变得老老实实的，就变成好人了。当然了，这好人打个引号啊，也就是他不敢犯错。但是在咱们这儿呢，好人也可能变成坏人，劣币逐良币啊。总之啊，从这个贾老板这个遭遇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个中美两国这个资本市场到底生态是差在哪。这个你要说这个咱们的监管部门啊不作为，这也不对啊，咱们是天天罚，一罚一大串啊。你看今天啊，第一财经报道啊，说证监会一日连开数张罚单，多家上市公司涉财务造假遭重罚，部分已退市公司仍难逃追责。9月12号，新 SD 东通、力能 S 什么新 SD 广道、SD 天盛、新 SD 新潮、新 SD 林达等多家公司同日披露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其中新 SD 东通、力能及其高管等被罚上亿元。近年来，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零容忍的执法态势不断强化。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多家公司因涉及重大财务造假受到上亿罚单，已有10余家公司因财务造假被罚并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还有多家公司退市后仍被追责。还有啊，这个9月12日，这是新闻周刊报道啊，说一股民因内幕交易被罚没2000万元。厦门证监局公布了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揭穿一桩利用内幕信息违规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案件。当事人娄某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曾在多次见面、通话、微信语音联络情况，投入金额高达1760万元，获利490万元，最终因内幕交易被没收违法所得490万元，并处以约1472万元的罚款，合计罚没金额1962万元，就将近2000万元啊。对于这些啊，我给个评价，只能说监管部门很忙，问题是能杜绝吗？杜绝不了。也就是说啊，就靠监管部门这一只啄木鸟啊，它没办法把整个树的这个害虫给捉完，你清理害虫的速度太慢。如果你把它开放过来，对吧？这所有的啄木鸟都能来捉，人人都是啄木鸟，你看还有害虫吗？这个咱们经常说啊，现在沪市，对吧？充其量是个指数牛市啊，也就是你就赚了指数，可能赚不了钱，甚至还要赔钱。现在是沙滩上盖高楼啊，为什么呢？因为基本面没有变化，对吧？无论是上市公司啊，还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你看今天这个统计局给的数字，对吧？还是不达预期啊。
那上市公司这个半年报也看到了，有什么变化吗？这整个宏观经济基本面其实它没变化，咱也不说恶化吧，没有变化。然后呢，你的监管呢是比以前稍微严点，但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问题都没解决，然后莫名其妙开始涨，这不是沙滩上建高楼吗？对吧？实体经济不好，你怎么可能走慢牛呢？也就是这些病都没治好。但是这个关于实体经济不好，这个股市到底能不能走慢牛？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他有他的看法，大家看视频啊。4月份以来，近5个月的时间，中国的股市涨了近800点。很多同志说，我们的实体经济这么差，它能长久吗？问我的人不仅有上市公司的老总，而且还有政府的官员和研究机构的人员。我们长期以来所讲的就是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好，股市才能上涨。这是在谈到股市功能时提到的基本功能。我最近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只把股市当晴雨表的人，仅把股市看作了是实体经济的反应，并没有看到股市对实体经济将发生反作用力的一面。股市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还是拉动经济的引擎。资本金融就是直接融资啊！如果我们股市好了，我们的 IPO 配股增发就能够为我们的实体经济筹得更多的资金，往实体里注入资金，当然能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不能只强调它是经济的晴雨表，而忽视了它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力。今天更应该看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我们必须在强调晴雨表同时看到它的引擎作用，它是可以带动实体经济的，也是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的。实体经济和资本金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以美国为例，2008年的金融海啸不仅闹得美国，这闹得全世界都不得安宁啊！美国股市是12000点，金融海啸它跌到了低点，也就是2009年就到了6000点。在这种背景下，不仅金融遭到重创，而且美国的实体经济也遭受了重伤 ，GDP 一度到了负值。然而，由于美国的金融政策扶持采用了量化宽松、往猪肉里注水、增加流动性等一系列政策，使得美国的股市不仅没有倒，而且还一路上扬，到了今天已经是46000多点了，创了历史新高。美国的股市不仅带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还给美国人民提供了福祉，他们的企业年金、社会保障基金都在股市里。所以美国这几年就是一个股市是拉动经济的引擎的最好的明证。当然反过来说，有人说中国的实体经济不好，这个其实今天也应该正面的来看，就是我国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已经出现了好转的迹象。08年到12年之间，我们国家的 GDP 增长一直是2位数的增长，但股市一直在下跌。12年以后，我们虽然 GDP 增长大大降缓了，但是仍然是美国 GDP 增长的2倍，而我们的股市却徘徊了18年，甚至从6124点跌到了今年的3000点。股市发展18年，不仅没有上涨，还把点数跌回去一半，这也是创了世界证券史的记录了。再看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我们的科技创新领先，即便不谈 DeepSeek 大模型、人工智能机器人，也不谈大疆无人机，不谈新能源汽车在全世界的领先，以及军工产业的大发展，就谈谈医药科技板块。由于中美两国的微妙，导致科技人员的大量回国。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医药科技创新药的专利授权就已经是660亿美金。我们把包括肿瘤的这些药品卖给国外的大的医疗机构，既可以得到专利费的授权收入，还可以提到销售费的提成。这些钱回来又可以参与中国医药高科技企业的开发。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买中国的创新药，这在过去这是难以想象的。综上所述，说实体经济不好，我们的股市将难以为继，我想这个观点应该是不成立的。股市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是直接融资的最典型市场，它发展起来了，肯定将刺激我们的实体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
更重要的是还能提振人们发展经济的信心。今天对股市的引擎作用尤其要给予高度的重视。这些都是个人观点吧，对吧？仅供参考。如果咱们不考虑企业的盈利状况，不考虑上市公司给股东带来的回报啊，只是说一厢情愿，我们需要股价涨，我们需要什么市值涨，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那个，所以它就必须涨。这个就像任泽平老师说的一样，那我们还需要房价稳住呢。如果上市公司不能给我们带来回报，对吧？它不能产生正向的收益，那这不就是变成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吗？就看谁接最后一棒，对吧？看谁在股声停之前能跑掉，这不可持续啊！这个不跟房地产是一样吗？房地产涨到2021年，对吧？以恒大暴雷为标志，股突然停了，对吧？有聪明人呢，嗅觉好的，2020年就跑了，还有后知后觉的，2022年、23年还去买房的，现在在哭，逻辑是一个逻辑啊，对吧？就是上市公司它没有造血能力，它不能为股东带来更大的回报。就以茅台为例吧，茅台虽然说它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但人家好歹年年赚钱，它能持续分红。虽然茅台这个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毕竟它能产生利润呢，对吧？给股东分红啊，而且这分红比银行利息要高，那就是合算的。也就是胡适如果大部分公司能做到茅台这样，那就已经非常棒了。就茅台这样的公司也只有几家嘛，整个胡适盈利就靠那100多家金融板块，他们就占一大半了。你说能好得了吗？靠6大国有银行，然后10几家股份制银行，靠券商，靠保险公司。也就是说胡适里面的一半以上的利润不是由那个实体经济产生的都是由这种金融服务业、金融行业产生，靠钱就生钱的。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吧？有人觉得经济不好不要紧，股市一样涨，那不就跟那个10年前，对吧？楼市永远涨不一个道理吗？在楼市涨的时候，没有人怀疑说，未来谁花80万一平米接你这个房子，对吧？花20万一平米买你这房子，没人想这个问题啊。最后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这个胡一进老师这2天评论比较多的也还是这个罗永浩和西贝之间的预制菜这个争论。首先是胡一进老师说今晚的11条推荐热搜，7条是西贝罗永浩，这够疯狂。胡静老师也是天天看热搜看热点。他说：“我想现在就说一个结论。他说，即使中国所有餐饮企业联合起来为西贝和预制菜申辩，与罗永浩战斗，他们也绝打不过后者。也就是说，你们所有的这个餐饮企业老板加起来，你为西贝、为预制菜这个申辩，你都辩不过罗永浩一个人。这最有意思的这个胡静老师又开始蛐那个加德老师了。”胡静老师怎么蛐呢？你看他这么说的他说客观说，罗永浩与几年前把联想往死里整的那个大 V 还真不一样，他只是骂出了几句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且比较克制，没朝着要命的方向穷追猛打，或者抛出一个攻击性的问题，逼西贝自证清白。你看看胡静老师不点名的批评了这个，虽然没有点名，但是他比点名还更狠，对吧？批评了加藤老师，他的老战友也就是在他老战友尸体上还又踩了一脚。胡静老师也是趁到老战友坏了事，对吧？没有这个说话的这个权利，没有反辩的机会。他说他那个老朋友把联想往死里整。说罗永浩没朝着要命的方向穷追猛打，那也就是换种说法，也就是说他那个老朋友那是对着联想是朝着要命的方向穷追猛打，然后还说他老朋友抛出一个攻击性问题，逼联想自证清白。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胡静老师经过这么长时间观察风向，恐怕觉得这个加德老师再也没办法翻身了。所以出来这个再踹这个加德老师2脚，来证明一下自己，对吧？这就是落井下石嘛。就是在加德老师攻击联想最激烈的时候，胡静老师是不是选择了沉默反正我没看到，好像加德老师跟胡静他们俩之间为联想应对。正好也巧了这个正好这2天网上流传一个视频，大家看视频辛苦了，手下辛苦，同志说了。后面晒黑了，手掌这么黑，这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这是不是加藤老师？这个具体的这个预制菜这个咱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对吧？就是全民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无论是西贝，无论是罗永浩，无论是胡锡进，还是或者是餐饮业这个所有人联手，无非就是让大家对预制菜这个就是越来越清晰。你喜欢预制菜也罢，你不喜欢预制菜也罢，对吧？这个预制菜这个趋势啊，恐怕也是难以阻止了，对吧？预制菜到底是什么？这个定义啊，我觉得应该越来越清晰，不能像以前那样胡来，对吧？如果预制菜的定义越来越清晰，实际上大家越来越容易接受啊。你看那个肯德基、麦当劳，对吧？美西方预制菜那就不叫问题，跟没有人怀疑。我们为什么在这边争论不休呢？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预制菜标准是啥不知道，你一不知道，那些不法商家他就胡来。第二个就是还是安全，因为大家不信任，对吧？没个标准的，那预制菜动不动一动就1年多，保质期都2年的，这你想一想就不舒服。就是支持预制菜的，他也恐怕也难以接受啊，对吧？什么9个月大的馒头，1岁的羊腿，1岁半的罗非鱼，2岁的西兰花，没有鸡肉的鸡汤，转基因大豆油，消费者无非就是想，对吧？有知情权，对你得告诉我，你这是预制菜还是现炒的？所以这个变一变也好啊。然后这个昨天晚上呢，我看那个热搜啊，这个罗永浩说，这事就过去了，这个反正他目的达到了，这个有关部门恐怕就要出台什么这个标准了啊。预制菜，那意思就是呼起了这个唤起全社会关注这个预制菜，他目的达到了，他说来干正事了，也就是说不再跟西贝跟那个再去那个什么纠缠了。结果这个西贝的贾国龙好像又发了一段，反正有人截屏了在网上传的，不知道真假。说这个他说我应对方式有错，改做饭的围着吃饭的转，你说咋好就咋办。顾客虐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西贝从今以后打明牌，做一个透明的西贝，彻彻底底向是一个网红超市学习啊。他说，然后关键是后面说罗永浩是网络黑嘴，是网络黑社会，太坏了。但他打醒了我，算变相帮西贝进步，让大家担心了，谢谢大家的关爱。这一下本来这个罗永浩说偃旗息鼓了，说就到此告一段落吧。结果这一下把罗永浩又给激怒了这个西贝的老板他发的这个真的是作为一个小餐馆的老板这么发没毛病，我水平就这么多。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好几百家餐厅的一个连锁企业，对吧？一年都是上百亿的这个营业额，现在要冲刺上市的，对吧？很有影响力的这么一家这么大的一个企业，那你就不能像一个餐馆小老板那样，对吧？你是有公关的嘛，对吧？你是有法务的嘛，你是一个团队你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所以罗永浩说没有人想整死这个西贝，想整死西贝的，如果有人的话，这就是贾国龙本人，对吧？变着花样的作死，这确实所以胡锡进老师都说了嘛，就是说西贝贾国龙，你再少说2句了，你别说了，就是最好的。这个胡锡进老师评价他说西贝按理说有很多长处，否则怎么能做到这么大？但他的公关水平太差了，这次表现是灾难级别的，对吧？你说你这个拿消费者不当回事，消费者也就算了，因为大部分消费者懒得说话，但是你又去招惹这个罗永浩，人家已经对吧？叫鸣锣收金了人家已经息战了，挺火，你还说罗永浩是网络黑贼，是网络黑社会，太坏了。这个过了虽然说罗永浩也不是什么，对吧？是个有争议的人，但是你要直接说他是网络黑嘴，这不对，网络黑社会，你这扣帽子就不对了然后他说顾客虐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这个话从这么大一个企业的老板嘴里说出来，还是显得他格局太低，心胸你就不是一个服务业，对吧？你怎么叫顾客虐你千百遍呢？哪个顾客虐你顾客就是要你明示，对吧？这个是预制菜还不是预制菜，这叫虐你什么？顾客要求你这个干净卫生、食品安全，这叫虐你吗？哪个顾客跑去无理取闹所以说这个作为一个餐厅的一个这么大企业一个老板说这种话，只能说明他的格局有问题，公关是灾难性的。当然这个西贝那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也是咎由自取。我们也不会因为西贝黄了你就没饭吃了对吧？你就吃不到安全的卫生的预制菜了，不至于。少了糊涂妇那就要吃带毛的猪吗？对吧？少了这一碟萝卜干你还就要过不了年了，对吧？由他自己去，也没有哪个消费者说非要跟那个西贝过不去说要抵制西贝，也没有。这总体来说，我的观念里面我感觉西贝还可以，除了这个好像是贵了一点
对它没有什么要评价的。那我觉得餐厅都差不多吧。这个事情呢，给餐饮行业，尤其是大的餐饮行业啊，连锁行业敲了一个警钟。也就是说，你还是要把功夫下在这个食品安全、卫生，对吧？这些东西一旦后面要被人曝光，被人抓住把柄，那恐怕就不像西贝这样了，保不齐以后真的会一剑封喉啊，对吧？媒体一报道出来之后啊，你这么大一连锁企业立马就干不下去了。经过罗永浩和西贝这么一撕，网上一热搜，你看全是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慢慢的形成一个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我们要学会用脚投票。对吧？你把消费者不当人，你对吧？做餐饮的，你对食品安全不负责任，你愚弄消费者，那消费者恐怕就统一行动拿脚投票，那你就完蛋。就我倒是希望要尽快形成这样一个风气，对吧？一旦被媒体曝光说这么大一企业，这叫见光死，那形成这样的一个氛围，我倒是觉得那食品安全那还真是会上一个台阶，对吧？大家就会对媒体对舆论的监督有敬畏之心了，不像对吧？过去大家虽然也关心这个食品安全，但是被媒体报道之后还很多人无动于衷，然后这个餐厅再来个打折，大家都忘了，赶紧去吃抢。所以说我希望通过这次讨论对吧？热点，然后网上还有线下，大家慢慢形成一个氛围，就是要让这些轻视消费者权益、无视食品安全的这些企业见光死。就像美国资本市场老有做空机构盯着贾老板一样，对吧？我们有很多人、很多媒体或者很多大 V， 他就盯着这些餐厅，这些连锁餐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